3点点斯莫连接公抗上。是的，可那从你今年开始都带进来9把这种给。俺嘞，让他们新年跑轮吹不是呗？门票。你干不了起门着？门票去。我那人都起不是呗？门票了。你让你，你去年做的亲戚呗。你说，他们现在这些位老七百多了，还是？他们。但是让永江5年呢，让我出去考完了，点点学了配上。配。他都里面去，抢到密码，认证密码，那个密码，他是密码，写字密码，我的密码，弄出密码，长得搞出来，都会让俺的说来学吧噻。看这谁知道啊？我明年了呢，看这多么亲密呢？提下票给啥子卡啥？看了，刚这波了大浪，这波了程度，差着比个名多。比个。你得劲，我做大家了，啥子卡啥看了，波了程度，这些有了这个月了。嘞，这些有把钱的钱不这么多。好了，包了有把钱的让他包了弄嘛是吧？我问你让你，超贵，很多弄了。第三件事呢，年到你是走出来，证明旁边刚这波了程度了，打了这些有了学啥？是，见多少了个？可能，见了哈呢？大明我们意思的明，见多少了的，见说多了，可能你个这些用过吧？这。那他了泡沫去过的是，见多少了个，卡把给你捂住去，给捂住去个，不，俺那卡去吧。估计我，他一年。你这多么这种，没事呢，你这是怕说的。让给给那可能是能行，包了名字的都可把多嘞。多嘛行，开摸不多嘛行摸不多。他一年现在去无锡的你门别去，看着，你马上看那种，你这多么这种，你这看到你，这面图上给，证明旁边刚才包了真多个。America，墨西哥、加拿大，这个送给两边去个。我这，他俺America说这是个，墨西哥个说这是个，加拿大个说这是个，大的sem在弄，没工作大概这都超过数据嘛吧？靠钱了还有种，没现在你那个这生的，但这样这个可把钱都惨把它去弄了。是，但你得年个去咱养米猫咪不是才抓起多。没事呢，让个包了名字的都快丢了，丢嘛的。那通州参加了，丢了马小毛，当过年对去那种，我这咋着了是都？爸爸，你这记得丢了马线了的今天把这还给下面这手机嘛吧？用我那年让给去听过。好了，求王是呢？我的不能干不？求新是呢？不干，不能干嘛？前锋、对冲、中锋、低冲、后卫、要送门将，完了。哎呀，差嘛多呀！好吧你，打出来便宜，他也凭什么超过您这钱呢？有人马先好吧？但人家包了真多个白擦，我去的让给这些的都解决多嘛的。擦我看最呢，你赢都去解嘛了，我觉得。去解嘛了呗？我觉得。用他现在特地俺让你个的，搞第三个的预计。俺呢节前大钱。好了。你都讲明准备给了，我不这个刚才包了真多的，这个他呢这些给他们，你让你再当好。你都讲明准备给。他临时让去我们，这是呗，我那边，来我去。开始大概这些你给吐死呢。你让给，你都讲明准备给了，那边刚才包了工作下注，努起些没得。俺来都接的。你快叫过来。他这个呀，我那边的。有那么多呢，下注的让给就啊！谁给面还会羡慕？哎呀，是呀，骗头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观众们不讨年纪顶多学是没错。今年南非世界杯胜败结局是由神与保罗来裁定。他老那边怎么给干饭的？你也不见这些个吹把起个瓜。好的，你保罗了让给这些是很明，保罗了运气给了这些是我。运气给了。上届世界杯第一个进球的是德国的拉毛，这恐怕整不拿波了安塔布鲁给你假面给拉姆拉达。本届第一个进球的是南非的沙巴拉拉，他在整不拿波了安塔布鲁给你那边查巴拉拉那边头。好的，
啦，是忙不定这可把要的。我不你让你喂，不了汤不萝卜土，谢谢刚刚谢啥钱呢？拉瞧我别呢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观众能把他年纪定都学为什么错？沙巴拉拉今年只有25岁，查巴拉，他露露你说这样的摸不对，但是他的粉丝立刻遍布世界各地。他一年扩大个病，那么啥真不灵活来看的话，好的，查巴拉拼作年的呗你，我把你他年来干的分析送给我呢。南非出现在32场，查巴中波送索尼那特斯，沙巴拉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。查巴拉，他最能写个那个比如说，各位观众，什么错？今天对阵的是16强中的葡萄牙队和弟弟差不多想给你中波就难给观众说的墨西哥队。那个在努比阿就别，观众说哎，葡萄是那哈吧？观众热，牙是那哈吧？说的，观众说慢吧？那在努比阿就是呢。我是那个在西是那努，哥是那阿就那个在努比阿就慢吧？他顶这几大日呗。这年头去看啥个吃脏活那酒店蛮啥个天？没对的，印头了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观众那么大年纪定的学为什么错？好的，年轻定对。打住你个列车车点不起大去你都或者学什么去年纪定也不学的话，不，我拿错跌价了，是不是啷些？对，许多球马的。没对了。今天对阵的是16强中的日本队和弟弟差不多想给你中波就难给你面贴打丹麦队。这边出席边，你们贴是呢？日是呢，你们本是呢贴，你面贴忙吧？那单边出席是呢？单是呢单八个单，麦是呢出席，单边出席忙吧？他顶着席子插到去下，你在去看啥个？印度去接嘛了，有点嘛啥个？对这个同不上场，让个油头把吃下。一年包了79个名字的，让个赶紧油头嘛的。有人买小看过么？对你那蹲家能吃？有我那点球是呢，做波做你学波了，角球是呢，做波做你学波了，头球是呢，过波爸，大概干啥月子了？我干啥月子了？干啥月子了？来，我等你也干啥月子了？也搞不多。来干啥月子就来了，那下直接掉的星星嘛，那些神神嘛。包了结果，我那界外球是呢，起来也来包了去了那有我能别看啥个踢起包了，我那犯规是呢，录水来给我传球是呢，捏包，捏这个样的捏这要不水啥个，捏这高啊是个名多，我这咋着了是多，印度，我那手球是呢，切包切，nos。这什么的？对呀，那个日本不啰嗦。那把人那切我百度，你打出票给了药了。我们打出就节目这对着嘛，就了那把人是那切，这个名头我快到前边切。嘞，我就问你，超过。哎呀，你我那传球是呢，89，传球是那80吧。大堂这些来了，强势80能打啥的这。强势80离你穿的这个的，80是那强势80么东，我心个米的，没包了叫我嘞89啥话？没得包了的。哎呀，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我说那么大年纪，我都学为什么错？还呀我大唱个星期节学什么？看见我没不咋的啥话？有，时隔44年，我洗就洗皮节了。葡萄牙队和朝鲜队再度碰头，观众说堂谁把错把你杨家五度结束啊？什么的错吧？朝是那卡错吧，先是那谁把错吧慢吧？有，葡萄牙队群星云集，观众说了，包括真错大的蛮个月，他们是或者你阿尔梅达、阿布梅达、阿尔维斯、德科、佩佩、门德斯、没这谁不？卡瓦略、看来了。C 罗纳多是其中的佼佼者。C 罗不那个按照你第那个教学边，身价也是最高的。为空也去学边啥瓜？
哈里啥我啥起来？教啥的朋友给有么送吧？老板们，教了，就这么多天看剧吧？哎，觉得你那觉得心个么了呀？不对，要没对的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我这那么大年纪，哪头学为什么？门，年纪对头学为什么错？激烈的比赛正式开始了，咱前卫争夺国足话。葡萄牙队摆着的是4-4-2阵势，古主说差不多想给你细细你数一下。10号阿尔梅达传给了3号德科，就把阿巴梅德斯不得给这3号德科传给了5号门德斯，是不得给阿巴梅德斯不这5号门德斯传给7号佩佩，阿巴梅德斯不对不偏偏的这。哎呀，7号佩佩丢了这球，对吧？别球热死，又带球了，我了杨家踢球靠近门了，我了国家的加速。哎呀，7号佩佩手球，对吧？别扯的。由9号 C 罗纳尔多主罚点球，我们 C 罗不拿过俺这个中国说话，门将漏了个传荡球，我当数，球进了，我了这样，对方阵容乱了，他们心数8号加帅了，别快点结束，哈里快点，加帅是你最低上嘛呗？那，这都看现在这个球嘛吧？没对的。6号倒霉了，太倒霉了！出不了电影下手，电影你是真正下手，他打了个乌龙球，火猛追破了虚话，火猛住是呢，乌是那乌，龙是那魔珠，球是那波了，火猛追波了蛮吧？妈的，波了岁过有哪岁路是吧？对呀，哪波啥？那边波了，哪吧？波啥我？外面。包了拿不起么多，包了马不可包哪天？很大两个遇到哪次？给我1个月前，看啥你？我啥？杨年婆你啥？杨年婆你？很正是。那边包了岁过又拿了龙年水土的吧？我说嘛就多看的左边，这杨年婆你马上开始吧。但赢吧车上，不对的赢的。各位来宾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，我觉得那把他年纪对头是为什么错？今天对阵的是16强中的葡萄牙队和体力差不多想给你全部就难给观众说的西班牙队。路边说的，好的，路边说是呢，西是那路，牙是那说，搬嘛都听看有过吧？搬了真的啥？路真的说啥？就是小猪开始。没，弄去给没看啥过？没，弄去，弄现在的，等到大概加给我，你那给加的还票给了丢去。那这亲戚的，哎呀，要那赢得好，把这还加油！没别喊啥，西班牙队加油！路真的说弄路，西班牙10号做了假动作，路真的说准备刚把嘴巴去短视频呢，不的，刚把嘴巴是那看吧。假动作了，我刚把嘴巴没了，我看着过来，看起来的，我得要啊啥？得要呗。呀，没对到。西班牙10号射向葡萄牙球门，我真正是准备滚出水过来那路数，葡萄牙教练惊恐万分，滚出水教练，我这个您看到他说球偏了，松了口气，那是给他带来一下，看，带来上看吧，带来一下，看吧，带来了，你接来啥？接来，呀，打小猪球，呀，让给他给敲的哪送？大概哪是个干球？你敲鬼前的。我那下不属于给吧？给哪个拿最卷么？给哪个最卷人民度了？你让你个敲鬼的？我那可能做下注，我你抢了，完了，该死是难的了。打钱的，music，呀，来。必须 pick pick 练习必须 pick pick 卡卡的给了送，阿不得个游戏，哪会昂着个虚送，过了为公安当送，这个满囊，哇卡这个满囊，喝了过的满囊，上接续的，这个满囊，哇卡这个满囊，喝了过的满囊，难做长马波罗嘎。而且把这还当最习惯了，sempre 懂诶，
家村大姓爷。各位推手基本能热闹，嘎嘎抓抓每次赢不赢。嘿耶，嘎嘎抓抓永远门对秀，发展嘿。哈哈哈！可是哪兄？而且那哪位？